過來看呢係金曲獎嘅專題報道，金曲獎拜六嘅頒獎嘅喲。來看呢位客語專輯同客語歌手嘅王維克，伊係閩南人，伊做音樂創作有10多年呢。伊同伊對一個土地嘅愛寫做《天光日》一種專輯，用吉他來彈出伊關心嘅社會議題。一種專輯推出過後，伊還安排嘅22場去全台灣嘅巡演，仲係用唱嘅來傳遞伊所看到嘅寶貴嘅故事。時代到2012年，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賽客語組首獎嘅王維克，跟一家對家鄉去到愛種社會，也團生命歌唱寫作音樂，並且經典20年推出頭一種專輯《天光日》。不管啊，係我哋自家係呢，我哋身邊呢環境係呢，我哋嘅土地哦，要做得有一個更好嘅天光日，更好嘅未來哦，就從安尼天愛講嘅嗰種第一面嘅嗰種感覺。你好。專輯所留嘅依度喺自然環境下是有過嘅衫，用一條具有溫度、具有感情嘅衫，愛做歌曲導向，一團冇一團嘅連接衫，愛當中幾多幾天然、幾色彩嘅生態環境。就從係吹起嘅老輩，從係一個歌嘅上去倒過來，啊就接安尼客運嘅聲音，啊就倒過來一個地方，啊來講一個我哋自家闽南，嚇過去發生過嘅事情。韓國最關心江中人成敗利益，一條阿鳳嘅嘢家族農業史，衝出嚴家族3團人嘅經過，為大家睇到台灣農業喺亞下社會遇到嘅困難。創作靈感單單係對自家關心嘅社會議題來嘅，像命水係新竹新埔嘅居民抗議小厲害嘅無名事件，按樸實嘅木吉他上又加入嘅天吉他來編曲，為大家用音樂就彈得出各科技帶來感唔到又擋唔清嘅破壞。喺一個歌嘅做得大家都個人嘅地方，嗰度嘅人彈嘅有感覺，伊可能就做得行起來去做伊個事情，係安尼。一個社會嘅力量就見到見睇啊！我知道係安尼。按多年來，以那一去創，以創客家、創心氣、創家鄉，韓國創土地，希望用歌曲交喚起大家來關心台灣環境，亦希望打破音樂本身嘅內涵力量，來影響韓國多年。下個新聞，來關於陳信義、祁龍尊特別報道。